伫咧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有一间台湾菜餐厅，头家是台湾人，餐厅伫遐开30年咯，在地人是拢真介意。不过受到这通货膨胀的影响，成本是起真济，餐厅是强要开袂落去。师傅用包仔皮扫落来，甲菜鸭包入去，一个白泡泡的菜包就黏好啊。这间台湾人陈江玲开伫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台湾菜餐厅，真侪匈牙利人拢真介意。这间餐厅是已经开了30年。台湾人当然做台湾菜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是特别做一些挂包啊、卤肉饭啊这些东西，像。我前天不是配合大使馆，我们支援他们去做这个活动嘛，我们也做一些润饼嘛，这些东西，还有我们也做这个凤梨酥啊。陈江连讲，伊原底是伫这间厝的2楼开旅行社，为了帮地产投资，也伫1楼开台湾菜餐厅。陈江连讲，这间餐厅的济台湾菜是正合在地人的口味。And I like all kinds of beefs, this kind of beef stuff. And fishes, everything. Well, my daughter likes dim sum a lot. Yeah, she's a big. That's why we came here. 他们喜欢啊，我们这个餐厅是相当不错，帮我们打工的这些人都会讲嘛，都会跟他们朋友怎么讲。但是匈牙利的餐饮业当咧拄着欠工，加上因为战争等等因素，成本是大起，这间餐厅也要无法度经营。在今年1月1号之前。电费涨了400%，瓦斯涨了700%，这很难经营啊。陈江玲唔知这间餐厅阁有法度当偌久的时间，上歹的拍算是转型做饮料店。不过伊也希望会当由有兴趣的台湾人来接手，继续伫匈牙利煮出台湾味。记者郭明曾准由布达佩斯报道。